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7，撒母耳記下卷22章34到35節安尼講：伊互我的腳親像鹿咬走，佮互我徛在佇懸的所在。伊訓練我的手咬交戰，互我的手會開銅的弓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的腳有力，佮互阮徛在佇懸的所在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的話是真實，你的應允是堅定，你的慈愛是永無改變。主啊！我要感謝你對阮的憐憫甲疼痛，互阮通日日經歷你同在的平安甲歡喜。求你佇逐樣的代志頂面顯出你的大權能。主啊！雖然環境中充滿試煉，雖然濟艱難阻擋佇頭前，雖然重擔壓迫佇身軀頂，總是你是阮的快樂甲幫贊。主啊！你互阮的腳親像鹿咬行，佮互我徛在佇懸的所在。你訓練阮的手咬交戰，互阮的手會開銅的弓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